大家好，我係文本漫遊者。你有冇試過一見鍾情，愛得好轟烈，最後卻換來遍體鱗傷？又或者有冇試過表面理智堅強，將委屈吞落肚，但內心其實已經接近崩潰？今日我哋講一本200年前嘅經典小說《理性與感性》。呢本書嘅情節好簡單，就係英國鄉村兩姊妹嘅戀愛故事，但係卻引人深思。今日我會同大家拆解呢本書嘅幾個核心問題。喺正式開始之前，我哋嚟個情節速讀。故事圍繞達希伍德家族嘅兩姊妹展開。家姐叫做艾洛琳，係理性嘅化身。佢沉穩、克制、有責任感。佢中意咗溫文爾雅嘅愛德華，但係愛德華成日吞吞吐吐。後來佢更加發現，愛德華原來早就同一個叫做露西嘅女子秘密訂婚。面對呢個打擊，艾洛琳冇大吵大鬧，而係選擇用理智壓抑所有痛苦。為咗唔想家人擔心，佢一個默默承受。而妹妹叫瑪麗安，佢係感性嘅極端，佢浪漫、熱情、衝動，對風趣英俊嘅艾洛比一見鍾情。兩個人一齊讀詩、彈琴、雨中散步。但係點知艾洛比係一個自私嘅浪子，為咗娶有錢嘅富家千金，轉頭就狠心拋棄咗瑪麗安啦。瑪麗安接受唔到，放任自己沉溺喺悲傷入邊，結果就大病一場，差啲連命都冇啊！而喺妹妹身邊，其實有一個默默守護佢嘅人，佢就係布蘭登上校。佢成熟穩重，明知妹妹唔中意自己，但係從來都唔會強求，只係用行動默默陪伴。小說入邊為錢拋棄真愛嘅情節，其實並唔係偶然。喺作者珍·奧斯丁嗰個年代，婚姻幾乎係女性唯一嘅生存出路，而男性嘅繼承權同埋財富直接決定咗一段關係嘅命運。書入邊所有嘅愛情糾葛背後都有一把無形嘅尺，就係錢同埋階級。故事結局充滿命運嘅捉弄。愛德華為咗守住同露西嘅婚約，俾屋企人剝奪咗繼承權，結果露西一見佢冇錢，即刻轉軚，改嫁俾愛德華嘅細佬。於是愛德華重獲自由之後，即刻跑去向艾洛琳表白，兩個人最終終成眷屬。而瑪麗安佢就喺鬼門關走咗一轉之後，睇清現實，思想變得成熟，最後接受咗一直守護佢嘅布蘭登上校。故事講完啦，情節好簡單，但入邊有好多嘢可以討論。讀完呢本小說之後，好多人第一個問題會諗，妹妹感性到病到死，而家姐理性到表面冇事，作者係咪想表達理性比較好呢？但係深入去諗，其實並唔係咁簡單。第一，書名其實已經講晒，英文書名叫 Sense and Sensibility， 兩個字其實係並列嘅，而唔係 Sense over Sensibility。而第二就係艾洛琳嘅理性代價非常之大，佢表面堅強，但內心非常孤獨。佢將所有嘅情感壓抑，連最親嘅媽媽同埋妹妹都唔明白佢。呢種長期嘅壓抑，現代心理學叫過度壓抑，會積累巨大嘅心理壓力。只係佢冇病發，唔代表佢冇事。第三就係結局嘅反應，兩個人都成長咗，而唔係一個人贏咗。瑪麗安大病之後，學識咗運用理性，唔再咁衝動，佢對布蘭登嘅愛變得成熟平穩。而艾洛琳喺愛德華終於恢復自由同佢表白嗰一刻，佢激動到喊咗出嚟，釋放咗所有壓抑已久嘅情緒。呢個正正係佢需要嘅感性時刻。所以小說真正想講嘅係，有感情但係需要用理性去引導，有理性但係唔好完全扼殺感情。講完理性同感性嘅平衡，我哋要進入一個更加現實嘅主題。頭先我提到書入邊所有愛情糾葛背後都有一把無形嘅尺，就係錢同階級。門當戶對呢4個字喺呢本書入邊唔單止係背景，而係推動劇情嘅核心力量。艾洛比係唔係中意瑪麗安呢？我個人認為係真係中意嘅。佢哋一齊讀詩、彈琴、雨中散步，嗰種火花絕對係真實。但係呢份愛究竟值幾多呢？當艾洛比面對一個簡單嘅選擇，娶瑪麗安定係娶一個有錢嘅富家女，佢毫不猶豫咁揀咗後者。珍·奧斯丁冇將艾洛比寫成一個純粹嘅壞人，反而俾咗佢一段獨白，解釋自己嘅苦衷。佢負債累累，奢侈成性，如果唔娶有錢千金，佢會破產，會身敗名裂。
呢個就係門當戶對最殘酷嘅地方，逼你嘅唔止係父母，更加係個制度。喺一個冇錢就冇尊嚴嘅社會入邊，愛情只係奢侈品。但仲有更深一層嘅殘酷，就係艾洛比嘅性格注定佢永遠唔會幸福。小說尾聲，艾洛比跑去向艾洛琳懺悔，話自己好後悔親手葬送咗真愛。但係佢並唔係受害者。首先，佢嘅悲劇根源係永遠覺得自己揀錯。艾洛比係一個典型嘅享樂主義者，習慣過奢侈嘅生活，但係就冇與之匹配嘅財富同責任感。如果佢選擇瑪麗安，初期可能好浪漫，但激情退去，面對柴米油鹽嘅平庸，失去上流社會圈嘅失落，佢嘅虛榮同自私就會暴露。佢會開始埋怨瑪麗安，覺得呢段關係拖累咗佢。相反，如果佢選擇有錢千金，佢得到物質嘅滿足，但係失去精神共鳴，於是佢又開始自怨自艾，將瑪麗安當成心中得唔到嘅白月光，後悔自己為錢葬送真愛。結論就係，無論佢揀邊一邊，佢都會後悔。佢永遠都追求自己當下冇嘅嘢，呢種永不滿足嘅性格，注定佢無論行邊條路，最終都係走向自我毀滅同埋埋怨。其次，幸福係一種能力。幸福唔係取決於你選擇咗啲乜嘢，而係取決於你有冇能力去經營你嘅選擇。小說入邊，愛德華同艾洛琳都曾經歷過經濟困境，但係佢哋有責任感同克制力，所以能夠喺簡樸中揾到真正嘅幸福。而艾洛比缺乏呢一種幸福嘅能力，佢既想要愛情嘅純粹，又放唔低物質嘅奢華，就係呢種性格注定佢無論點揀，最後都係輸家。第三，佢嘅後悔係另一種自我感動。艾洛比最後對艾洛琳嗰番深情告白同懺悔，表面睇落好深情，但實際上非常自私。佢只係想瑪麗安心入面留低一個迫於現實而心碎嘅悲劇情人形象，好去減輕自己嘅罪惡感。然後我哋去睇露西呢個角色，讀者睇完可能會覺得露西好拜金，但係如果代入佢嘅處境，一個出身卑微嘅女人，佢嘅選擇其實好理性。佢同愛德華秘密訂婚，係因為愛德華係貴族長子，有繼承權。後來愛德華為咗守住承諾，被屋企人剝奪繼承權，變成一個冇錢嘅窮光蛋。諷刺嘅係，露西轉過頭就嫁咗俾愛德華嘅細佬羅伯特，因為羅伯特繼承咗遺產。我哋先唔批評角色嘅形象，而係去反思當時嘅時代背景，係一個女性幾乎冇經濟獨立能力嘅年代，嫁個有錢人其實未必完全係貪慕虛榮，而係生存嘅策略。呢個就係門當戶對嘅第二層意思，唔係有錢人先配得上我，而係冇錢嘅婚姻會將你推入地獄。而家我哋翻去最爭議嘅問題，瑪麗安嫁俾布蘭登上校，究竟出於報恩定係真愛？我個人認為兩者都有，但係背後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。布蘭登唔單止有錢，而且佢嘅性格都值得人尊敬。布蘭登嘅財富同佢嘅人格係掛鈎嘅，佢唔似艾洛比咁揮霍無度，佢穩重、有責任、有情有義。佢嘅財富係佢成熟嘅一部分，而唔係佢自私嘅工具。瑪麗安最終選擇布蘭登，唔單止因為佢感動，仲因為布蘭登代表嘅係一種安全嘅未來。從呢個角度去諗，門當戶對或者唔係有錢人先配得上我，而係兩個人嘅價值觀、生活模式、社會資源要匹配。咁就解釋咗瑪麗安同布蘭登點解最後會喺埋一齊。佢哋嘅價值觀都係一致嘅，而財富只係令呢段關係更加牢固，而唔係取代愛情。睇完理性與感性，我哋不妨將鏡頭轉翻去自己身上。喺日常生活入邊，你更加傾向邊一種模式呢？係習慣事事忍讓，將責任孭上身，定係容易被情緒牽住走，愛得轟轟烈烈呢？仲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哋去反思：200年過去，門當戶對呢個問題其實從來都冇消失過。喺今時今日，我哋或者唔會再咁赤裸咁講嫁個有錢人，但我哋會講上進心、經濟基礎。講到底，我哋仲喺度衡量緊愛情入邊有幾多現實嘅重量。真奧斯丁唔係叫我哋放棄愛情，向金錢低頭，而係叫我哋清醒去認清現實嘅限制，而喺限制入邊揾一個同你價值觀匹配，可以一齊成長嘅人。理性幫我哋避免受傷害，而感性係人性嘅靈魂，
令我哋體會到愛同埋溫暖。平衡兩者，或者唔係50:50嘅靜態，而係不斷調整嘅動態過程。人生從來都唔會有一個完美嘅比例，有時你需要多啲理性去保護自己，有時需要多啲感性去感受生命。重點在於你肯唔肯喺過度理性嘅時候容許自己釋放一滴眼淚，你肯唔肯喺過度感性嘅時候停一停，用理性問自己，呢個選擇我將來會唔會後悔？學識靈活去平衡兩者，先係真正嘅成熟。今日嘅分享到呢度，歡迎喺下面留言。如果你鍾意呢類型嘅片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我哋下次再見。